重心堂嘅天然中藥材保健肽，唔止無色無味，可以就咁加落無鞋嘅糧度，輕鬆餵食之餘，仲好易吸收同好快見效。中藥天然溫和就大家都知，但就對中藥嘅味道、處理時間長、餵食困難同埋功效慢而卻步。原因係中藥嘅精華好難提取，而且吸收都係問題，可能幾碗水煲埋一碗水都吸收唔多。我哋用韓國嘅頂尖肽化科技，將中藥最精華嘅部分一滴不留咁抽起，變成無色無味嘅超微蛋白肽粉。一般嘅護膚膠原蛋白肽4000道爾頓就已經可以透得入皮膚，而我哋嘅保健肽就只有500道爾頓，足足細咗8倍，所以放入口即刻用，口腔直接吸收，完全唔需要過胃酸，超快見效。我哋其中一個真實案例係，之前有一隻癱瘓嘅貓貓食咗我哋嘅神經肽13日，由完全起唔到身變到可以自己起身食飯，而家仲完全好返晒，行得走得玩得，一啲後遺症都冇。而家重心堂已經有超過10款嘅恆常保健肽，可以根據毛孩嘅需要購買。而有啲毛孩嘅健康情況會唔只有一種問題，而且每隻毛孩嘅體質都獨一無二。所以重心堂亦都有獨家嘅特製保健肽，由專業嘅中醫團隊主理，提供免費嘅1對1諮詢，可以建議最適合嘅保健方案同埋用量。例如有啲毛孩如果個案比較複雜，又有氣喘，個心仔又有問題，可以度身調配最啱佢嘅特製保健肽，咁就可以一樽搞掂晒啦。認住重心堂獨家代理嘅中藥材保健肽粉，有任何問題都歡迎隨時 WhatsApp 我哋查詢。